今日係6月16號，常年期第11週星期二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聖言金句係：你們若只問候你們的弟兄，你們作了什麼特別呢？聖馬竇福音第5章第47節。今日嘅默想主題係愛仇的精神。生活中少不免會遇到餐室入面服務不佳嘅服務員，大機構入面按本子辦事嘅職員，工作上要求繁多嘅顧客，唔理解我辛勞嘅管理人員，對我不加理睬嘅親友。面對佢哋，我會有啲咩反應？我會為佢哋祈禱嗎？福音中耶穌向我哋提出挑戰：你們當愛你哋嘅仇人，當為迫害你哋嘅人祈禱。上述嘅人或許稱不上仇人，但要去愛嗰啲我唔鍾意、冇好感，甚至令我心生不耐嘅人，確實唔容易。然而，主嘅胸襟遠比我寬大。舊約讀經中嘅以色列王亞哈布，縱容皇后設計殺人同埋霸佔土地，即使係咁，天主仍然願意俾佢悔改嘅機會。喺新約入面，我更清楚見到耶穌所教導嘅愛仇精神。佢為罪人降生成人，甚至為我哋被釘喺十字架上。自問同主嘅榜樣有好大距離，但或許正因如此，更加需要喺生活中嘅小處開始學習。我諗起家中大廈嘅一位鄰居，起初我總係禮貌咁向佢打招呼，但係佢從嚟唔回應。多次食檸檬後，我都有諗過，係咪乾脆互相做陌生人就好？直到有一次，佢手上拎住好多嘢，我幫佢開門。最近喺電梯入面碰面嘅時候，佢都開始向我微微點頭啦。你哋若只問候你哋嘅弟兄，你哋作了什麼特別呢？原來主動向冇好感嘅人做一啲小事，感覺其實冇咁差，而可以得到一啲啲嘅回應，更加是係一份意想唔到嘅賞報。下次遇到我唔鍾意嘅人，願我可以記得主嘅教導，並主動咁以愛仇嘅精神去面對。今日嘅祈禱如下：主耶穌，感謝你以十字架嘅犧牲向我哋展示天主真正嘅愛，求你助我喺日常生活中活出呢份愛，學習如同天父般嘅成全，令我喺每一次唔容易嘅相遇中，仍然可以選擇去愛同祝福。願主祝福大家。